5月1號開始無感通行之後，我如果俾人套咗牌，佢點算好？上次條片講過，2026年5月1號起，全國高速公路 D 車憑車牌就可以無感通行。有人擔心，如果架車俾人套咗牌，咪要幫佢俾高速費。關於車牌無感通行俾人套牌扣錢呢件事，發生嘅機會極低，因為無論係邊個支付平台綁定車牌，都需要3重認證：車牌、車架號、實名認證。套牌車雖然套咗個牌，但車架號對唔上，名都對唔上，系統會直接當係異常，根本連唔到你嘅賬戶。仲有北斗定位系統會實時監測，同一個車牌冇可能同一時間出現咗2個唔同嘅地方。後台大數據比對嗰陣好犀利，會比對你嘅行車軌跡同門架資訊，一發現異常，系統就會秒級鎖死通行權限。套牌車一上路就會俾人盯上，走唔甩。假設騙徒真係拎到你嘅車牌號、車架號同姓名，仲扣咗錢，咁點算？一旦被扣錢，2步搞掂退款。第一步，核對賬單，喺微信、支付寶或者交管12123嘅高速無感通行小程式入面睇返通行記錄同啲單，截圖留底。第二步，一鍵申訴，喺開通服務嘅平台入邊揾到賬單申訴入口，提交申訴或者打全國交通運輸服務監督電話，記住係12138或者全國 ETC 服務監督熱線95022，通常3至15個工作日，冇錢就會全數退返俾你。之後配合交管部門提供相關證明材料，查出套牌車。套牌車主一旦俾人捉到，罰款2000至到5000蚊，駕駛證一次過扣12分，仲要拘留15日。交管12123簡單易用，唔使裝設備，一踩油門，杆就會升起，行 ETC 通道就得。操作步驟如下：一、打開12123首頁嘅更多嘅機動車業務區域揾高速無感通行；二、剔選本人7座以下非營運私家車核對資料，撳下一步；三、完成本人檢測，一定要本人，相片、影片都唔得；四、揀微信或者支付寶開通小額免密並授權；五、剔選協議提交，生效之後就可以查咗單同行車記錄。你哋又點睇呢？歡迎留言發表意見，多謝大家。